早出门心轻松，沿路唱歌就摇动。看见办公时间到，大步扬走无月头。时阵，公共汽车拄好也来到。赶紧走来这门前，车载加满车无停，搭车的人排几阵，车鼓无停上开海，总也着暂时忍耐，继续来等待。办公时间真宝贵，大无汽车上客开，已经等了半小时，全无看见车到位。到底是为着啥台汽车拢不来？搭车真人地议论，遇到这路有卡顺，恐惊时间看袂赴，大家忍耐拢哪久？讨厌的公共汽车全无当成阮。现在时间8点半，无去办公要安怎？讲是人会讲起，大概厝内有代志，实在是大无车帮凉凉气是人。看到汽车来到位，大家赶紧加小钱，一时车将发脾气，叫阮后方才飞去。就是目睭紧紧，送车开行去。